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后礼拜要审查无期徒刑分级修法案，国民党立委是提出把无期徒刑分做3级，互判刑会当更较符合罪行。不过，民进党立委是希望会当实际讨论。立法务部表示支持分级，也提出修法草案送行政院审查。死刑判不了，死刑判不了，无期要分刑，无期要分期。大声法口号推动无期徒刑爱分级，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后礼拜要排审无期徒刑分级修法草案。担任召委的国民党立委吴宗宪日前表示，宪法法庭作出死刑有条件合宪，代表台湾走向是一个废死。有真侪重大的刑案，敢来当判无期徒刑，但是即马规定只要关25年，就当申请假释。所以提出无期徒刑分3级，第1级是关14人未当假释，第2级是关40年了后才会当申请假释，第3级是依期25年才会当申请假释的规定。过往的制度里面，25年得假释，但下一阶就跳到死刑，这个中间的空白确实也太大。所以当死刑有存在，而且必须存在的同时，无期徒刑也有分级制度的必要性。还是希望可以进行真的实质深入的讨论，不管是透过公听会啊、座谈会，或是专家学者的意见，因为不能一个曾经担任过法务的人员他说了就算。但陪主认为讲法案的内容爱转来到实质的讨论。吴宗宪强调，台湾即马被判死刑，强要是无可能，呼吁朝野赶紧达成共识，保破网，互判刑符合加害者的罪行。也点名行政院到今拢无提出相关的修法草案，对此法务部也有回馈。这杀人的犯罪就是一些如果宣判无期徒刑或者超过10年有期徒刑的一些重大犯罪，那部里面的态度是这部分的案件，我们也不让他这个假释。针对无期徒刑要分级处理、未当假释的方向，法务部表示赞同甲支持，也提出修法草案，也讲修法草案已经送行政院审查，目前也未定案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